大家好，我係 Louis 黃丹妮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Fish 廖子瑜。好，歡迎晒三位。咁啊，同時咧，其實計一計個時間咧，原來2021年嘅時候啦，就係電影梅艷芳上映嘅時候啦。隔咗其實差唔多4年嘅時間啦。今次一個 4K 全新剪輯版嘅方式咧，再同大家見面，個感受係點樣咧？不如導演講先。我喺後台見到你之後，我就話個回憶翻嚟係嘛？不過我哋今次唔使戴口罩，係啊太好啦，太好可以係啦，我哋可以真面目同大家見面啊。Louis 咧？我自己覺得因為今日係一個好特別嘅日子啦，咁係妹姐嘅生日啦，咁所以喺今日咁特別嘅日子度，又再見到我哋梅艷芳呢部電影，我覺得係有一個好特別嘅意義，同埋都大家都有見到係一個好新嘅唔同嘅版本啦，咁所以好開心今日又可以再喺度見到大家。呢部戲對我嚟講係有好大嘅意義啦，尤其是呢幾年都好多時候可以同阿黃丹妮一齊合作啦。咁因為呢部戲我哋就真係做咗好好嘅朋友。同埋真係因為拍完呢部戲呢，以前都會聽妹姐嘅歌，但係拍完呢部戲其實真係會成日諗起，會成日聽翻佢嘅歌啦，會令我提醒咗原來一個人嘅逝去唔係真正嘅離開咯，係佢嘅作品留喺我哋世界上嘅時候，我哋一路聽佢係一路都會存在咯。嗱，有一個嘅好深刻啦，亦都係永遠咁陪住大家嘅一個回憶。亦都想問下導演啦，其實今次有呢個 4K 嘅全新剪輯版同大家見面啦，其實點解會有呢一個嘅構思嘅？梗係要多謝老闆啦，多謝老闆先，係安導剪片。如果唔係佢再俾機會我咧，就再有機會再剪多次俾大家。係都係一個可以再相聚嘅機會。絕對不容易。如果我哋再有一次相聚就更好啦。正話喺出邊咧傾緊，幾時我哋一齊又再借片？係啊，一定會有好多嘅機會啊。Louis 咧，即係都想問下啦，因為 Louis 同埋阿 Fish 咧，其實透過梅艷芳呢套電影啦，當時其實都拎咗係金像獎嘅獎項啦，一位最佳嘅新演員啦，一位就係最佳嘅女配角啦。其實而家諗翻成套戲對你嚟講嘅意義係點樣？會唔會有少少唔同咧？過咗差唔多4年嘅時間再諗翻。其實因為我今日自己都有睇咗一次，一路睇嘅時候，所有回憶都翻晒嚟咯，同埋好似好奇妙啊呢個旅程，因為梅艷芳呢部電影令到我成為咗演員啦，咁轉眼間已經過咗4個年頭，又可以好幸運、好幸福地有唔同嘅作品可以呈現俾大家。咁但係我今日一路上都淨係諗好多謝妹姐，所以先會有呢部電影。亦都好多謝導演啦，同埋安樂嘅電影老闆啦、江老闆啦。其實仲有即係我哋幕前幕後所有嘅工作人員，同4年前我借票嘅時候講嘅一樣，因為佢哋大家真係一心一意係希望為咗妹姐而完成咁一次嘅使命，想拍好呢一部電影。希望大家永遠都會記住妹姐，因為呢一部電影而令到大家會繼續聽翻妹姐嘅歌啊，睇佢嘅戲啊。當你望住天上面嘅星星，其實你就會想起梅艷芳。大家都會一直記住妹姐，同埋頭先咧多謝少咗一啲嘅人，包括你自己，因為演得非常出色，俾啲掌聲好唔好啊？仲有阿 Fish 啦，同埋所有嘅演員啦，幕前幕後啦，都值得大家嘅掌聲。亦都問阿 Fish 啦，頭先都有講到一啲嘅感受嘅同時咧，即係而家我哋相隔4年，會唔會嗰個感受仲多啲，想同大家分享咧？絕對會啦，因為尤其是即係時間真係過得好快，會覺得哇咁 BB 嘅之前，而家都最 BB 嚟㗎 ，Fish BB 係啊。同埋因為我真係喺呢一部戲入邊得到咗好多嘢，除咗有獎項啦，同埋贏得咗友情啦。我哋好似家人嘅關係啦，同埋同導演都做咗好好嘅朋友。即係我覺得呢種關係係我係好想擁有嘅，即係呢一種好團結嘅一個團隊嘅關係，同埋真係得到太多啦。同埋我覺得我諗翻起我哋 casting 嘅時候係17年。係。
跟住成件事就諗，哇！而家25年係咯，都就快差唔多8年前係嘛？係啊，拍嘅時候係18年，跟住上嘅時候係21年，跟住第一次見到Louis，其實就即係嗰種感覺咧，依然係好似好親切咁，唔係好親切，即係好似我哋呢幾年做咗好多嘢，係啊，諗翻起係大家互相陪伴，一齊成長，一齊經歷咗好多。但係個感覺又係好似我第一次見到你咁樣咯，好似冇乜變過，但係原來我哋做咗好多嘢。係啊，我自己睇呢套戲都係，即係我係有少少覺得又有親切感，又有種新鮮陌生嘅感覺，好奇妙啊！所以我覺得今次呢個版本導演同剪接師都好厲害啦，有一個唔同嘅感覺俾大家。冇錯，多謝導演，多謝剪接，係啦。咁啊，同時咧亦都係我聽到大家掌聲係嘛，想俾係啦3位。咁呢個時候咧，我哋都有個嘅互動遊戲咧，同大家玩，好似以前借票咁咧，我哋會有一個嘅 Q&A 嘅環節嘅，就俾大家咧可以講下你哋嘅感受啦，或者問翻導演啦、Louis 啦或者 Fish 嘅問題都 OK。我哋都係準備咗咧，同以前一樣啊，親筆簽名。